今仔日是总统甲立委登记的第2天。台湾基进党一透早就到中选会登记着不分区的立委，佮找来着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前总经理吴音玲来担任着推荐的大使。另外，这个时代力量包括台北市政府的顾问翟本桥、小灯泡的妈妈王婉玉等等。 不分区立委的提名人，随后嘛到场登记。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徐英明真骄傲，讲因时代力量的不分区是上好的名单。公平正义，改变台湾。大声话口号，时代力量党主席徐英明带党内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到中选会登记。我们是最好的名单，不是一个洒水泼面粉的在野党，也不是一个只会举手护航的团队。时代力量不会被收买，时代力量也不会被摸头。伊嘛讲会使冲关民调，小灯泡老母王婉如、台北市政府顾问狄本桥，被当作是时代不分区立委的亮点嘛，拢有出声。国会里面不能只有一个黄国昌，不是只是要送网红进国会而已。我们是如何把真正重要的议题，然后排到以后有机会在国会里面提出来被讨论。本土多两席。那时代力量台湾基进党嘛，伫早起到中选会登记不分区的立委，佮找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前总经理吴音玲做推荐大赛。非蓝非绿，甚至骂蓝骂绿，我想都不是我们人民需要的。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脚踏实地，坚定在咱这个土地，徛好在，徛好稳。 强调台湾本土的政党，伫同一天一前一后到中选会登记不分区的立委，面对政党票竞争才激烈，只能兄弟爬山随人拍拼。我们努力了，我们努力了。你啊，科比救过，啊无恁会互科比救去哦。